好，我係火炭星海提案分行嘅興造，今日會帶大家嚟到火炭站銀禧花園睇一個實用面積510尺嘅兩房筍盤。我哋今日睇嘅單位位於屋苑嘅8座，實用面積510尺，單位外望內園景同埋山景。客廳係 L 型嘅，左右兩邊廳間隔，客飯廳分明。客廳有足夠嘅位置放到梳化同埋電視櫃，間隔方正實用。而另一邊嘅位置就係飯廳，設有對流窗，除咗可以放到4人餐台之外，由於呢個位置比較闊，仲可以擺放多個儲物櫃。廚房間隔方正，廚櫃有足夠嘅收納空間，預留咗位置擺放雪櫃同洗衣機。洗手間有窗，空氣流通，係用企缸嘅，預留咗位置擺放洗衣機。第一間睡房可以放到單人床同衣櫃。第二間睡房可擺放雙人床。大家睇完呢個單位，我哋呢個單位有興趣想預約睇樓，或者有任何嘅查詢，歡迎隨時聯絡返我啊！多謝晒你哋嘅收睇啊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